東漢末年，江東猛虎孫權心頭一直有條刺，佢老豆孫堅就係俾荊州刺史王祖殺死。為咗報仇，孫權多次攻打江夏，但王祖憑住長江天險同佢強勁嘅水軍，次次都擋得住。正當大家以為佢哋會咁樣糾纏一世，轉機突然出現。王祖手下有位猛將，叫做金寧，因為長期不受重用，對王祖好唔滿意。公元208年，孫權睇準時機，親自帶兵，發動咗一場史無前例嘅江夏大戰。雙方喺長江之上，展開一場又一場嘅血戰，戰如雨下，火光衝天，最終江夏城破，王祖被殺。而喺呢場大戰之後，金寧選擇投奔東吳，成為孫權麾下嘅一員虎將。呢場戰役唔單止幫孫權報咗父仇，更為東吳喺日後嘅赤壁之戰奠定咗重要嘅基礎。